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Manson， 澳洲 Adelaide University 嘅大學代表。我相信大家咧近排都有一個世界盃狂熱，大家喺世界盃裏邊當然睇到好多球員嘅精湛表現啦。但唔知大家知唔知道背後其實每一個球隊都有一隊體育嘅專業人士，包括體適能教練啦、運動科學家啦，去做支持嘅。如果你哋都想成為頂尖體育團隊幕後嘅功臣，你記得留意我哋 Adelaide University 嘅課程。我哋一科叫做 Bachelor of Exercise Sport Science， 專為體育團隊訓練 Sport Scientist 或者體適能教練嘅。喺3年嘅課程，我哋會同澳洲最頂尖嘅 South Australia Sport Institute 合作，裏邊有澳洲最頂尖嘅球員及運動員，同佢哋一齊去訓練，一齊去分析佢哋嘅運動能量，令到佢哋有更好嘅運動表現。喺咁多年啦，我哋嘅畢業生咧，其實咧已經去到好多世界嘅頂級嘅球隊工作㗎啦。當中包括喺亞德萊德嘅，我哋有澳超聯嘅亞德萊德聯啦；意大利嘅意甲球隊祖雲達斯啦；再者更加有英超聯嘅阿仙奴。如果未來你都想成為體育團隊嘅幕後功臣，記得嚟到博華教育 AAS 揾佢哋顧問，了解更加多我哋課程細節啦。